伫咧墨西哥哦，定会当看到一种传统的凉鞋，伊上早是源自中部的原住民应用食物的纤维落去制作，后来是改用皮，嘛因为这编织的技术和设计是真特殊，嘛销往全世界。一寡色彩正水，用编织的凉鞋甲皮鞋排几排，因特殊的编织设计，为鞋面顶头有各种的花纹刺绣，真有民族的风味。这就是几多年来真受人喜欢的墨西哥传统的 Huarache 手工凉鞋。一寡做鞋师傅手真无闲，做墨西哥凉鞋就要用手工处理皮料，搁再真详细裁过、添过，每一步拢真讲究。Lo que se hace con la actividad del huarache es un trabajo muy laborioso, en donde si pusiéramos a hacer un artesano, apenas si logra hacer 2 o 3 pares de huaraches al día. Eso quiere decir de que es un trabajo muy laborioso. Huarache 凉鞋上早记录是几多百年前的前西班牙时期，迄当阵的原住民普雷佩查族相信，人若死去穿这种鞋，就能带着荣耀甲尊严，行向阿兹提克人的冥界。上早这种鞋鞋面是用龙舌兰食物内面的天然纤维，加工做成纺织品料来做。表示西班牙人来，甲牛带入来了，才开始用皮来做鞋。之前墨西哥的村庄，这种鞋是唐方古术士的工作鞋。到20世纪的60年代，嬉皮加冲英文化流行，墨西哥凉鞋竟然伫咧美国流行，并做时尚的代表。不过这几年有运动大奖，甲墨西哥人编织的原创设计，用伫咧因的新款凉鞋，和墨西哥作为师傅批评。为了要保护在地文化遗产，墨西哥总统肖恩鲍姆讲要用法律行动阻止商业侵占原住民的创意。因为全球化甲墨西哥人骄傲的设计杀向全世界，不过墨西哥人也全力伫咧维护家己的文化遗产，袂互人偷摕去用。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。